新店柳公圳邊啊，是日本時代起的蔡金木古厝。在咧二戰時期，捌稱作柳公圳的維護據點含羅崗大所在。卻因為這土地未予建商法院判決愛拆除，雖然目前用鑑定古蹟的身份，把這拆除的代誌擋落來，但陣文字審議無通過，就要強制拆掉。今仔日檢察院去到現場會勘，要求這新北市文化局和這農電水利署就要講清楚，避免造成傷害。新北市新店柳公圳邊仔的蔡金木古厝，第二戰尾期捌稱作柳公圳維護據點，甲羅崗住所也是競爭在地發展的文化地景。不過，古厝起佇咧公有地，土地已經賣予建商，法院判講愛拆除，家地還予建商，目前處主申請甲厝列作暫定古蹟。不過文字審議若無通過，就愛強制拆除。對我們太艱深了，憲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，可是。明明我們家就從阿公第一代就住在這裡啦，那你怎麼會沒有讓我們有優先購買權？拜市檢察院嘛邀請新北市文化局、甲農電水利署到現場會勘，要求雙方甲原則講好清楚，避免造成救不回來的損害。來現場看一看，那也找新北市看這邊你們的文字審議如何，然後農電水利署有沒有什麼新的想法？處主嘛質疑，6月初召開文資資產審議大會，針對古厝敢通登錄做文化資產的討論無完整，無考慮到蔡金木古厝正做二戰時期的羅崗宿舍，甲守護水圳是萬新鐵基路起點的一體記憶。不過新北市政府講，相關定數攏有按照法規辦理。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賴小姐所提出的所謂的新市鎮，我們希望得到完整的研究，然後去求證這個部分的真實，然後我們才開大會。那目前我們前2天已經開完大會，那整個的會議記錄我們都在審核當中。文化局表示，審議進前有完成現場會勘，甲調查報告會尊重審議會決議。處主表示，若審議結果無理想，會繼續做行政救濟，堅持甲古厝保留落來。記者郭清陽、林曉凱新北報道。